礼拜咱要开始，请你有检查下你手机是有关做震动是静音口罩的部分嘛，请大家来遵守政府的规定来戴起来。特别是手机较麻烦大位关于震动这台静音，多谢大家配合，谢谢。到
到处都不能出门，很多地方从年初甚至到现在还是封城。在美国的教会，他们不能跟我们一样，他们还是用网络。这世界好像被按下面。是这样吗？我们人类只会越来越惨吗？我们就没路了吗？我们就死定了吗？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契机。印度还没疫情前是这样，疫情之后是你的左边。巴黎疫情前是那样，但疫情之后呢？蓝色天空像我刚刚唱的歌一样，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生物再次有了生机。因为这创造天地有一位神，他除了创造，他还会设立，就是立地，打一个口罩立地。威尼斯那块，当然戴口罩，戴这种口罩。但是对这大自然确实的恢复，就是一个恢复。伫美国嘛同款，咱看到美国真正是，会使讲真凄惨，总是上帝怜悯，互人互地球一个喘息的机会。总是嘛是一个进步哦。等咱若疫情过去了后，是不是？咱要来面对头前的路。所以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咱要来为着咱所经历的，咱要来祈祷咱的主，咱要来感恩，嘛要来认咱的罪，咱是对这地球实在太歹，咱实在是做错，恳求上帝来怜悯咱三角来读，这上帝真有路，也对咱帮助的话，请。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办的连甲市，世界上是啥物？你算啥物？人的领是啥物？你予我伊，你予伊比天使伊仔较输，万想事伊严格尊贵做源流。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伫我得罪你。咱三角来祈祷，你若唔知影要安怎祈祷，咱这些社区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这样来祷告，来祈福，邀请一起只是说我们是台语的，没关系，咱就来尽量来祈祷，请主比听我的阿爸天父，你是主爱怜悯我的上帝，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赐下赦免我们罪恶的管道，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为我们在十架上付上代价，使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你的恩典之路，不要离弃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下一页好吗？下一页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在台湾，在疫情之下的我们，在台湾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也就是伫过去不管对2月、3月，咱一直伫这个所在，咱甚至咱送大个上半年都停机总是咱要感谢，我们要感谢在疫情过后的我们，请咱来看这两片。
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祷告词，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可以来祷告哈。好，亲爱的这个不是这个哈，那个是好，没关系，好，我们有一个祷告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那在这个祷告词来，我们一起哦，哈，预备哦，来，请。亲爱的主耶稣，奉你的名祝福台湾，这是你所赐的宝岛，你是台湾的主，是台湾百姓的主，求你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除去一切强权的威吓，赐下你的真理，使台湾百姓知道依靠你必得平安与喜乐。我要用信心将一切的忧愁、烦恼交托主，凡事我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向主倾心吐意，祈求主在我身心灵一切的难处上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我，使我可以向人见证你奇妙伟大的作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一起要来用主祷文，我们来祷告。如果你不会没关系，你就用虔诚的心，因为我们这边要用台语哈。来，请万地天的杯，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下面阮的鼓舞，亲像阮也有鼓舞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点烛，今天是代降节第3主日，这是牧羊人之主，提醒我们牧羊人听见基督降生的宣言，何其喜乐！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人们引领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到，所有热切寻求的人满心欢喜。
请坐。咱做伙来吟这首歌，来欢喜救主耶稣的降临。来，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表为一万演艺班大领，所以选一首演艺歌，咱请大声做伙来唱这首歌来学了咱的上帝。Sing together.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way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top the tree, playing from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来，回头，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where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top the tree, hanging through the sky.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来，跟我讲，这个唱吧，好不好？现在卡卡开的，好，这种从这边来哦，来。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way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There's laughing a sailing song tonight. 来，各位来，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从上面，很棒，对，再来。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everyone, 不错。看小鱼仔有高，最好小仔来。但是我们 they are our teachers， 他们是中级班、高级班的老师，他们特别为了跟学生在一起来参加竞赛。Okay, introduce yourself. Hello, my name is Christopher Campbell. Richard. Okay, 他们都是帅哥。Okay, thank you. My name's Richard. Okay, hi, thank you. 谢谢。哎，圣诞节就是要庆祝耶稣成这咱的救主，对不对？对。因为耶稣降生，互咱得到性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所以咱就爱怎？笑眯眯。做伙来唱这首歌，笑眯眯。会当你动作哦，咱就笑眯眯来。咱就笑眯眯，咱咱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来，咱就笑眯眯，咱咱笑眯眯，咱的耶稣为咱，咱就笑眯眯。
哦，再来笑咪咪较大声咧，动作较大咧，安尼笑较会出来。来，咱就笑咪咪哦。咱就笑咪咪，人人笑咪咪，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咪咪，人人笑咪咪，咱的耶稣会爱你，主万公义那相信的人，就来亲阮伊耶稣安慰，你若有担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头上。主万公义那相信的人，就来亲阮伊耶稣安慰，你若有担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头上。福气，享受平安，互阮每一个世间人，阮的主耶稣，阮的上帝。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丰富的活命。你看见遐个伫艰苦中，伫重担的内底，你就要帮助因，互因会通伫遮来得到你的平安。阮伫顶礼拜经过大个地震，伫惊吓的内底，有当时我毋知要安怎面对明仔载，但是你的圣手来保护、来看顾，互阮通闪避遮个大个灾难。阮虽然有当时人生所拄着的不如意，但是你要帮助阮，你在等待阮来找求你。当阮心事无法度透、无法度甲人讲的时阵，主耶稣你讲，我伫遮，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会通就近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得到永远的福。天父上帝，恳求你来赐福气。伫阮的兄弟姊妹，特别今仔日，阮有真侪社区的朋友做伙伫这个礼拜中间，因伫遮的学习，伫遮的斗阵，阮看见阮彼此的人脉、彼此的分享、彼此祝福。愿上帝你赐福气，伫今仔日阮的礼拜中间，也每一个人拢会当抓着你所享受的平安、喜乐甲福气。倒转去伫每一个家庭，伫今仔日礼拜中间，阮恳求你透过你宝贵的话、真理，叫阮得到自由，赐福气互阮。伫这个时阵，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圣诗27首，我主上帝来吟全首。你
侪人原本袂堪伫徛伫你的面前，但因为你无限的疼，毋愿看世间人沉沦伫罪恶中间，来离开起初创造的水，所以你找见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你2000多年前道成肉体，降世做人，正来传扬主你的道理。伫这圣诞的节期，主你赏赐阮有愿望，你赏赐阮有福音的好处。阮感谢你，伫这特别的期间，阮献上感谢。主，你是有恩典甲怜悯的上帝。阮嘴所讲的你拢知，阮所行的你也拢看见，阮心所想的一切你也清清知。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罪过，承认阮的过失。恳求主上帝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叫你丰盛的主爱擦消阮的过失，阮的罪过，互阮的灵魂体搁一摆清气哪细遐尔白。伫新的一年会当甲主有好的结连，以基督的心做心，遵行你的旨意，成做主好的门徒，结好的果子。阿爸，上帝，阮也恳求你圣神来恩膏牧师。透过牧师的讲道，规听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明白，而且顺服主的旨意，亲自来经历你不能意料之以外的供应甲新业技术，也欢喜将所领受的分享身边的人，同齐你的救赎。主上帝，你知，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依然继续伫发生。全世界已经有7120万人左右受感染，也造成超过130万人的死亡。伫这个感觉无愿望的时阵，主阮献上感谢，因为你继续，你互疫苗来开始有你使用。愿恳求主上帝你的怜悯，互全世界疫情会当紧紧来得到控制。人类的生活会当渐渐恢复正常，也是咧中间，我来反想，阮人类安怎来回应主你的名。特别上帝，我也恳求你圣神继续来带领每一位兄弟，拢会当以爱来读圣经、祈祷灵修。平年传教会要透过思念神的话这本册来操练祈祷，主你来带领。每一位兄弟甲主有好的结连，来体验祈祷的大贵力。今仔日也是退休传教士的纪念日，主你知，因的年日拢是为主你的福音来拍拼。恳求天父上帝，你也保守看顾因退休后伊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康、稳定满满，甲因同在。今仔日的上大的毕业典礼、志工训练甲聚餐。艺术的圣诞节、动物保会甲前瞻小组的会议等等，愿拢恳求主你圣神来赐福来掌权顺利来完成。我继续为着第6区、第6组甲11组来代祷，为区长陈日志、小组长全家人陈宏远的服侍，求主力上加力，稳上加稳，守住平安、健康甲喜乐。互每一位组员伫福音的事工顶面，主你亲自来带领、来教导、也来督促，赐福伫每一位组员身心灵拢勇壮，灵命提升，主你来看顾甲激励。主啊，感谢上帝，阮将遮个祈祷拢摆伫你面前，愿阮所祈祷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好不容，毋通我好的死人，因为当
一切灯开就归途，因的计划伊一日就落空。靠雅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妈，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心的。上主偷放受关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第声叫称赞上主，这时来献诗，咱要请松大合唱班来献诗。小
来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39节到45节，各版本的耶稣请看荧幕。路加福音第1章39节到45节。跟着我来读。过无偌久，玛利亚出发，赶紧去犹大山地的一个城，伊入撒加利亚的厝，甲伊丽莎白请安。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腹肚内婴仔就着跳。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大声讲：妇人中你上受祝福，你腹肚内婴仔嘛受祝福。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哪会堪得？因为我一个听到你请安的声，腹肚内婴仔就欢喜着跳。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这时，请本堂一位刘一鸣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心大欢喜，心大欢喜。心大欢喜，因为有一位耶稣已经为咱出世。而且定时日价为咱死，本来是咱爱死的，本来是咱爱害济的，总是伊替咱来害济，互咱伫每一个世代，虽然咱人袂免得，拢一定会死，但是咱是有盼望，因为即位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且为咱死，就天告我，互既若相信伊的人，拢会当有永生的盼望，互咱心会当来大欢喜。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安尼盼望，会当心大欢喜，因为阮是土所做的，阮上尾要归于土，总是伫安尼有限中间，主，阮才会当来喜乐，阮才会当来心大欢喜咧，会当，是因为你应允阮，若相信你的。阮会当甲你一样共款，死埋葬落阴府。当你过来的时阵，阮要甲你斗阵过活。感谢主，恳求你圣神开拓，互阮听了你的话语，照安尼去信，照安尼去行，互阮每一工充满主你的喜乐。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毋知影咱有去过即个哥本哈根有一个即个博物馆，伊是托尔瓦森。一个真有名，咧即个做这个雕塑的即个作家。我有一个朋友吼，伊真心实，伊吼认真拍拼做工课了后吼，伊一定会去旅行。伊有一遍就是去即个哥本哈根即个博物馆看了即个，人讲你一定要去看，你若无去看吼，你白白去。结果伊看了后，伊心足失望的，因为这图做会愈来愈高。这图做这有啥物好看？我感觉足无盼望，无价值，无价值，总是。无拍算的时阵，伊伫网络上发现，原来即个作者托尔瓦森，伊做一模一样的，只是讲伊看到是土做，亲像你甲我共款。伫圣经，伫创世纪2章讲，咱人是主用土做，土做上尾爱归伫安那土。伊看去网络上，竟然有一模一样，毋是土做的，是啥物？哇，闪闪发亮，一模一样，基督甲12个温度，咱有去过无？咱若是无去过，伊当来盼望一个，带你照的是今世是几世纪，拢无歹，而且愈来愈近。兄弟姊妹、弟兄姐妹，我们是土做的，我们是倒数的日子。星期4晚上地震，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归于土，我甘愿吗？在倒数的日子，我相信什么？我相信啥物？我会当盼望啥物？会当互我有喜乐？啥物会当互咱喜乐？咱都已经得要死的人啊，就歹势，我爱安尼讲，因为这就是真理。咱会当相信啥物？咱伫咧即个期间，咱还阁会当喜乐啥物吗？会当。今仔日经文就讲到有一个妇人人，伊为咱备办，伊无结婚，总是上帝透过伊几千年以后，伫个2000几年前，互对性情投胎，就所谓的处女，
未婚怀孕生子，要取名一个名字叫耶稣。耶稣就是上帝要拯救，要拯救你甲我，因为咱本来是有罪的人，总是有人替咱来死，我们是负债累累的，因为我们对不起太多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明知故犯。请问咱中间有人唔捌明知故犯的无？无。咱每一个人拢会明知故犯是安那？我明明知影袂使食物件的，无会大哭，但是我呐，对吼，大家足真实的，这就是明知故犯。明明我就袂使讲安尼倒的拢无运动，总是我呐，啊懒啊，算了，咱真有限。所以伫有限中间。咱有永远的盼望，这永远盼望就是为耶稣已经出世。2000几年前，伊嘛死，拢是伊搁活。互咱今仔日，咱的大港节是大港啥物？主要过来，主还要再来。如果你知道主还要再来，你今天的生活会不一样。你若知影主要过来，而且真歹势，主要来要搁算小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那么做错事一定要付出代价，谁会替你来偿还呢？今天的经文，今仔日经文，我一遍甲咱讲，主已经明白，这个耶稣出世，漫漫长夜当中，人到底怎么了？就是咱明知故犯，咱明明知道不可以，但是呢，外面的总是比里面的漂亮，在外面遇见的总是让我心更痒。在外面遇见的那个叫什么外遇，但是我们明知故犯，人怎么了？自私自利自义，6个字讲完了。那怎么办？圣经有给我们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就是今仔日经文讲的玛利亚。玛利亚替咱生一位耶稣基督替咱死。咱知伫创世纪中间，人原来犯罪是为人毋望啥物？咱就知影，你的右手边，你猜猜这个女人，她名字叫什么？夏娃还是亚当？哎呀，她看见那个什么？她盼望那什么？美丽的。她看见那个什么？哎呦，吃了以后我可以变上帝，吃了以后我可以掌握大局。但是你们的左边这一位，是我们今天读的玛利亚。一盼望什么？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而且还让他怎样？未婚怀孕，正在当时候是会被打死的危险危险，你知无？你的左边了哈。但是伊毋茫啥物？伊就是毋茫，伊就是相信，他就是相信，他就是盼望，在这个苦难当中，因为伊会足苦，因为家内伊怀孕几个月，9个月，人会家指指点点，有足济困难，总是主甲伊讲安那。我要甲你同在，咱知影，这夏娃看到迄苹果，看到迄蛇讲的话，讲这伊安那马上就犯罪，互咱到即马，咱必须人上尾结果结局就是死，干一条路，总是咱的耶稣基督，互咱一个新的路，互咱有盼望。咱虽然身躯会死，总是咱死了，伫天顶，伫天国。所以夏娃伊所看见的，迄足水的，是阻挡咱甲上帝关系，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总是怎样？玛利亚她所盼望的，玛利亚所说耶稣，互人盼望的是，既然相信伊的，咱就有永远有盼望，而且毋是甲死才有盼望，即马咱就盼望啊，即马咱就会当真喜乐，咱人相信啥物？你有相信应验牧师讲的吗？阿妹，足侪人点头。你若相信是，你就有福气。因为玛利亚伊未婚怀孕，伊有经过真大的困难。伊毋是讲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伊嘛受真侪困难。咱若搁继续看经文，咱就知影，哇，这困难足侪。总是主毋是干那一句讲，伊妈落哩，我甲你斗阵煞我就人走。没有，嘛无讲我着伫咧你的心内，我拢袂甲你应。无有，咱的主。用无共款的所在出现，透过人，透过经文，透过做梦，透过可能迄个时代的你甲我，甚至较尾仔的西面，甲尾仔先知，拢一遍搁一遍，甲玛利亚讲安那，
你信的是对。今天的经文就是安尼，今天经文就是透过已经老到不行的，竟然怀孕。然后他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哇，大好消息，你是有福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所以玛利亚听到这个对话安那，佫较确定，兄弟姊妹，你有无确定的时阵无？你需要有人甲你对话，你需要有人来陪伴你无？有，这位主要陪伴咱，互咱可以当心大欢喜。只要咱抓住最大，最大意思就是讲，啊，主若讲安尼好做，咱就好做。啊，安尼做，咱有大福气，啊，咱就紧来安尼做，啊，足大福气。啊，你心内想讲，咱的主拢定定叫我做迄，啊，我心内真艰苦，哪互我遐尼受苦？咱的教会一个结束就是安尼，伊伫台台积电上班，啊，伊要家己做生意，啊，合伙，啊，迄呾开始做拢了钱，啊，伊有迄个安怎讲合伙人哈。一看到股东，啊，一看到讲了钱，请问迄股东安那？骹底抹啥？哎呦，恁捌伊哦？留了了，甲伊讲我要退股啦，我一直了落去毋是办法。咱即个结束心抓住最大，伊安那讲好，我食落去。伊抓住最大，伊心欢喜，安怎欢喜？伊敢知？等于拢成做一股叫做啥物？独资迄落一个人股，无甲人合股的时阵，伊开始安那趁钱。即马疫情毋若趁钱尔，咱足侪人咧了钱，但是趁足大个钱。甚至迄个郑文灿市长，足侪人讲，伊就是企业家，真成功的企业家，是安怎？就是伊抓住最大，主就互伊一条路，指示伊一条路，这条路互伊得到满足。虽然伊真迄阵了钱了甲伊毋知要安那的时阵，总是主安那甲伊伫咧，伊定亲近主。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你亲近主，你定用上帝的话语，你知影上帝心意是啥？上帝啊，我爱知你的心意。你的心意若是安尼，我愿意受苦，受较底，因为若是受苦，就是安那。食饱，你就会心会喜乐。是，上甲主来亲近，咱的心就会当喜乐。就是真艰苦心，总是咱心嘛会当喜乐。这是主甲咱讲的话，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是幸福。拄则我讲的这位结束，伊就是一个一个公司的老板。伊伫个1月，咱有一个爱心日，咱的教会就是爱每个人都幸福。咱要请遮个好朋友，咱教会兄弟姊妹来分享，伊生命中咧真苦难的时阵，伊安那心内有一个人，对，主这是你的心，虽然还袂看到影，总是我安尼相信，我安尼去做，拄着足大困难，总是伊无放弃，继续持续相信，而且相信的每天很喜乐，毋是快乐尔。音乐牧师常常讲，快乐就怎样，快不乐，对无？你会食到足欢喜，但是安那懊悔了，对无？不管他食较济啦，对哦。那明明外遇的这个很不好，但是越来就越外，越来就越狱。咱的主是不是就互咱伫苦难中，咱会当安那，咱会当来倚靠上帝，每一工拢会当喜乐。今仔经文内底，即个以利沙伯就是，伊足侪岁仔无法度生，总是主互伊先生。另外一个就是要为着耶稣来平安路的，而且即个玛利亚来找伊的时阵，伊会当甲伊讲着即个好消息、对条的消息来安慰夫妻伊。即句话真重要，新的妇人人，咱斗阵来读好无？好，请。新的妇人人有福气啊，因为主互恁讲的话要应验。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伫咧遮拢是有福气，因为主的应允，若是你相信，一定会应验，咱是有福气的。主要搁来，所以咱就爱换着，敢若主要搁来的，咱爱为主来负责任。咱因为有主要搁来，咱所做的决定，虽然会感觉有他是艰苦，总是主咧掌管。主掌权的意思就是，外面可能要攻击你，
总是安那，咱的主会当将这攻击变成是助力，不是主力。这是旧约的时代，这约瑟伊去互伊的哥哥卖去埃及，真艰苦，总是上帝手安那甲变过来，互约瑟竟然互卖奴隶，竟然上尾做宰相。伊的哥哥兄过来认伊的时阵，足歹势。哎呀，这宰相毋知要对我安怎，要甲我报复。无，约瑟安怎讲恁的心意可能是无好的，总是上帝是好的，上帝有法度甲无好的变最好。外力可能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可以转换成好的，这就是咱的主的心意。咱要来看这影片，今仔日也拢袂记你应验牧师讲的，请你会记这影片，伊讲了做了真好，请咱来看，咱就是这会破的盘，就是当咱老师。你看看你的眼睛，仔细看着，斑斑点点，色彩绚丽，独一无二，都是我创造的。我创造了一切，全宇宙，还有你。我给了你你的一切。我把你造得纯洁、反复，还有每一天，我都给你生命。我爱你。然而发生了一件事，你背叛我，你没信任我，你犯罪了。你切断了你与我之间的连结。你虽然活着，却慢慢的死去。于是你追寻其他的东西，好填补你的空虚，可是完全没有用。只让你加速死亡，还使我们相隔得越来越遥远。你在寻找什么呢？我不希望你死。我创造你不是要你被毁灭，而是要你认识我。所以我成为人，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成为脆弱的受造物。我曾受诱惑，却从未犯罪。我是为了救你而来。你的罪有那么多，犯罪总要付出代价，一定有人要死，不是你就是我。所以我承担你的罪，用我的命换你的命。于是我代替你死了，因为我爱你。接着我从死里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耶稣。我不是为了谴责你而来，而是为了使你重获新生。依靠我，我一定原谅你，给你永远的生命。我爱你。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我与你之间的来往。你愿意跟随我吗？你愿意被神爱吗？我们的日文班要唱一首《我永远爱你》，请我们的日文班
人的爱非常有限，但是神的爱却带来完全的医治，还有使人跟神来复合。我们愿意让神来爱你，使我们这必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的身体虽然有一天会死，但我们却跟他会一起来复活。日文班这首歌就是我永远只爱你。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哦。因为有一位爱咱的主哈，咱就来笑咪请咱来笑咪咪那个卡拉 OK 哦哈。虽然唔是咱教会人总是伊嘛当来笑咪咪哈。来，我们请卡拉 OK 来马上到底来笑咪咪哈。咱就笑咪咪打开笑咪咪来的老师来老师请挥挥手好吗？耶，这么年轻漂亮哦！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些老师跟学生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笑咪咪哦哈。好，那他们先给我们一首他们想要祝福我们的他觉得表达说也可以跟教会在一起真好了好，所以我们来看哦，来一起会的其实也可以来唱哦。
人做看清楚，总是无法度互人久久长长。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请做咱永远的伊。有偌济人会使陪咱伫苦难中，甲咱做伙，拢无离开咱的，人真的无法度，甚至有当一个阿嬷某都无法度。囝你是谁？有当时都较免讲，只有一位上帝会当将做人永远的伊。饮酒就是无算怎讲，快快乐乐，足紧就无快乐代志。所以饮酒会当解决真侪代志。咱来拍鼓啊！来，喝一遍，伊甲咱提醒，人生敢快乐，快乐就快快乐乐。喝酒绝对不能让你喜乐。咱们继续来唱笑咪咪，有咱的主再当互咱真实快乐。咱来了唱，咱到底来唱。笑咪咪，咱着笑咪咪，大家笑咪咪，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咪咪，大家笑咪咪，咱的耶稣会摆平。当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阮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难当，后情半无路，咱的救主给他带路。将咱起立来到底来唱这首歌。咱着笑咪咪，大家笑咪咪。
应允阮，阮就是死，阮要搁过活，只要阮相信你。主，阮感谢你，阮愿者的人来献就互你，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是来奉的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主日间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今早起是退休传道书的奉献主日，求主你纪念因的着活，求主你保守眷顾因生活无欠过，身心灵拢平安永驻。主啊，阮要恳求你，显示阮每一个人拢有对你遐来的智慧，互阮逐人照着个人的恩赐，讲传出你的福音，互阮的教会伫桃园地区做工做业，伊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阮当奉献你所显示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圣化，愿主感纳，祈祷靠主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请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报告的大先，咱要先来举行上义大学的毕业典礼啦吼，咱今年有一位这上少年的吼，这少年的阿嬷吼，毕业典礼吼。咱请事发黄吕红昭黄哥来上台。请于牧师来挂水。
请校长、国防校长来颁发毕业证书。继续，咱请副局长老来颁发中校校长奖。再咱请单张美惠委员来献花。其他亲友，毋知有搁要献花无？无，咱请回座，咱来唱校歌，校歌，咱唱校歌。琴棋书画拢有啦吼，18般武艺，咱欢迎咱做伙来读上义大学，
伫遮来介绍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做礼拜行祭苏文雄兄弟伫咱中间，请你站起来，来欢迎上帝祝你。咱嘛来介绍咱的这上义大学遮个老师啦初级的英文是咱俊妙老师啦来，高级老师 Christopher 在哪边？走了吗？先走了英文生活英文绘画，拄仔咱有看到这两位老师啦卡拉 OK 的老师许慧华老师合唱指挥张胜杰老师原来较大声的迄玻璃破去合唱伴奏咱的杨家珍老师手机初阶老师尤定鹏老师伫咱中间有氧健康舞蹈的老师庄淑娟老师这边是后壁遐咱的会友啦头底是嘉瑜老师庄美无啦李副老师无来啦咱搁一遍甲遮个上义大学遮个学生在社区的朋友，搁一遍甲因鼓励一下好无来先站起来先站起来，咱的迄个广大的学生拢站起来好无请坐请坐，欢迎我拄仔伫下骹咧想讲唱咧感一辈的时阵毋知咱会友有啥物款的想法啦其实我伫遐想着讲耶稣嘛，甲遐个抽象的安那。有干一杯无？耶稣毋是啉杀客耶稣啉啥？葡萄酒叫啉了遐个抽象的拢军队耶稣安尼所以咱遮个诗歌其实拢有安排，后壁就是讲免亲近耶稣，互咱知影咱人生伫困难的中间，免伫遮个有望。咱来若无其他的新来朋友，咱来看。消息的部分，咱应用举行这上义大学的毕业典礼，咱今仔日正到伫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代降节、抬降节的第3主日，这意义拢放伫第7页，请咱家己来看。今日也是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日奉献主日，请咱关心大道甲奉献。咱伫下昼1点半教会前会规划小组要调开会议，请咱2021年度遮同工搁有遮其他遮同工，请咱做伙来参加教会未来规划。咱即时也要来颁发明年度咱主报咱收报的即个方面得奖是黄思雨姊妹伊来设计伫即个方面即个就是讲伫即个教会咱在家有爱伫家庭，也是讲伫家人咱拢有上帝听，上帝听，互你会通领受爱咱爱幸福啦就是以后有拜五的工作，就是爱咱幸福。来，请思雨来。我甲伊分享了伊嘛通伫遮来表达出牧师对爱，伫遮咱个祝福互遮个智慧源源不断
咱若伫明年吼，咱配合咱的主题，咱有找到幸福即个福音乐理吼，请咱兄弟姊妹对小组长伫遮来领。如果恁若要加购的1份100块，5份1张落伫遮，也是讲数千张落伫遮来接洽。咱过来，咱伫明年吼，咱有一本用书，你把它给丢落。思念神的名孝念上帝的名到底上帝的名，比如耶和华以勒是啥物意思？为咱备办供养咱教了村。上帝真丰富你免透过一本册靠有补助，成员牧区补助一本150块拿定。你会通对迄中间安怎认捌上帝，然后透过祈祷，会通伫你拄着困难、拄着欠缺、拄着病痛、拄着啥物款的境遇的时阵，你安怎运用这来做祈祷？咱伫明年的拜三嘛是有透过这本册，佮透过其他的课程来帮助咱安怎伫遮祈祷，毋通干那伫遐烦恼烦恼祈祷，透过神书啥人知讲上帝知靠耶稣的名，你安怎伫遐来建立这本册好的册，甲咱三甲来运用。咱过来咱的圣诞节做遮相关的消息伫第7页咱对20开始就拢有遮个活动传道部要呼调遮个志工。24号、25号24号，这个圣诞老公公游街已经额满望25号还佫有名额名额咱会通做伙伫遮来参加。如果你若报名伫楼骹1楼的公报栏伫遮来报名，当日3点下午3点教会有准备这车辆甲暗顿所以请咱把握这个机会名额有限。下一个。咱已经有伫顶2礼拜来登记这翠安这翠安今仔日已经来总是囡仔爱等到12月17恁若已经付钱当伫楼骹梁淑英姊妹伫遮来领。咱2020年的这个要关校伫12月31前要关校。如果你平常时若是用信用卡伫咧奉献的请你伫12月20进前刷卡超过这个时间，咱会通用现金伫遮来奉献祝福教会通祝福咱的社区所做的遮个事工。咱利用牧区12月20的下午4点到5点半，今年咱有儿童也是传道部规划伫青埔青埔的星光影城遐，有这个福音初级的圣诞节的活动这个嘛是需要有遮个数名的志工甲所做的老师请咱会通伫遮来报名，佫有需要有遮个圣诞老公公也是遮个志工有40名，请咱由来到伫1楼志工队伫遐来报名咱伫迄个协会咧帮衬成功影城遮个圣诞节活动，咱嘛有伫最近咧举办完美的这个摄影课程有一个摄影比赛这个比赛伫遮翕无算爱伫新港遐翕遐个背景啥物哪会使做比赛，安尼有了解无你望三一张讲牧师我有翕的，你若伫教会遮翕无算所以咱这个比赛伊的一寡遮个元素、遮个背景是拢爱伫影城遐，咱会做活动你伫遐翕上了咧就有奖有奖伫遮做伙来比赛咱会通看这个目子伫遮来参加报名。咱冬令营一向咱的夏令营、冬令营拢真抢手夏令营若100名，差不多2-3天就满今年咱的冬令营对明年的1月25到2月初510天定有50名的囡仔名额
收台办费2500，早鸟价是2000吼，互咱的会友咱若知伫遮这头一遍安尼铺的吼，赶紧报名吼，若超过就无搁收啊，只有50名的名额。咱对拄老牧师有讲，咱对明年开始伫拜五有一个爱联合啦吼，爱幸福的这职场讲座，咱就邀请真侪遮的因有领受上帝赐福恩典的遮职场的人士吼，包括咱家己的会友，因伫企业因的职场拢真成功，安怎？因有拄着困难无听讲卖吼，因拄着面对困难，面对侪遮的问题，是因安怎伫遐来突破，安怎伫遮来面对，安怎伫遮来解决。即个部分爱报名，有暗顿吼。当时段，如果因有带囡仔来吼，咱的时段就有国小的这科学，搁有奥福的这音乐律动，搁有打击乐吼，这拢是遮有名的老师来咧教吼。所以咱会通把握即个机会伫遮来参加吼，亲自做伙伫遮来报名。无所以我未结婚会使来会使吼，伫遮来吼，你若是社会人士安尼吼，拢会使。好，其他的请咱就家己来看吼。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通便做伙来。欢喜的心是好友，忧伤的心是互阮孤单。箴言17章22节，搁一遍。欢喜的心是好友，忧伤的心是互阮孤单。箴言17章22节。吟上行392首，学乐上帝万福不外因之所，请老鹰杨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上首。无改变的听，诚做咱完全的健康，甲人甲上帝符合，甲诚做咱生命中的支持，互咱一家会当喜乐平安。圣神诚做保惠师，保护保守你对遮出去，转到厝，转到社区，转到即个工作的所在，每一个角落拢会当诚做光，诚做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Yo puedo ofrecerte una vida muy interesante, pero depende para ti. 好，咱上年大学有双年有氧健康舞蹈班就好。 Puedo ofrecerte una vida muy interesante, pero depende para ti que es interesante. Si estás pensando en discotecas, carros y diamantes, entonces puede que para ti sea insignificante. No es vida de rico, pero se pasa bien rico. Pero sí puedo darte mis besos, para sacarte yo tengo poquito, pero es gratis bailar pegadito. Yo no tengo para abrirte champaña, pero sí cervecita en la playa, aunque es poco lo que yo te ofrezco con orgullo.
力，若要爱善的健康啊来参加吼，来感谢张淑娟老师吼，咱下礼拜就到这完成的做来。像松大同学个老师他拢来一起。委员